新冠疫情也咧拖，台南市今年到今就已经有7个死亡，过半数拢是坐火人。台南市嘛扩大宣传，提醒大家都要紧去注预防针。其中 XBB 的注射率已经达到6%。就算寒流到地，台南安南区的卫生所头前有关真侪人咧排队。不管是做新冠疫苗、流感疫苗，或者是做肺炎链球菌的疫苗，拢是为了保护家己，嘛保护别人。伫遐排队，足侪人咧做，大家拢足想要保护家己的。不管是流感或者是那个新冠的，就是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家人，保护朋友。目前的话，因为加上今天天气开始变冷哦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安南区卫生所目前挂号已经挂到200多号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，最近新冠肺炎的疫情有逆悬的趋势，有一寡国家已经开始实施较严格管制。那台南今年1月已经有7人因为着新冠肺炎过身，其中一半以上是时大。为了卖好疫情个拖，市府嘛呼吁民众爱注疫苗。那以台南市来讲，我们从1月到现在已经有7个人过世了，那将近过半的人都是年长者，因此我们还真诚的很希望说，各位长辈、各位好朋友，不管是你是年轻还是年长，就赶快来施打。疫情退烧，佮加上过年时人潮来去，增加病毒传出去机会，恐惊会达到疫情的高峰。根据台南市卫生局资料显示，到2日为止，台南市新冠 XBB 疫苗注射比例已经达到5.85%。注新冠 XBB 疫苗是重要关键，会当保护家己较袂去围着，呼吁民众就爱赶紧去注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